大家好，我係老俊。今日歷史小知識，想同大家講下社會嘅亂象，點解會同太平天國嘅崛起好相似呢？咁又唔係話革命一定係唔啱嘅，管治嘅概念導致成功或者敗亡嘅心路歷程，先至係我哋學習嘅方向同埋原因。咁有時咧動亂咧會加咗一個重要嘅元素嘅，就係鬼神之說同埋宗教信仰，佢係用嚟堅定反叛者嘅信心。太平天國就係咁樣產生啦。咁太平天國嘅始創人咧係洪秀全，佢係連秀才都屢次考唔上嘅，於是佢就起兵造反，以圖反清復明。咁佢先創立拜上帝教，蠱惑人心，然後製造一連串嘅假象，聲稱佢係上帝嘅第二個仔，即係耶穌嘅弟弟，自編聖經，暗埋石碑，假意製造天命所歸。咁一下子咧就有咗上千嘅信徒，咁以宗教嘅名義去製造暴亂，試圖推翻當時嘅道光皇帝。呢個時候咧啱啱就係鴉片戰爭戰敗，要割地賠款，導致民不聊生。其中有關鍵嘅人物咧係有馮雲山啦、楊秀清等。咁佢哋咧就係火炭工人出身，目不識丁，但係佢哋天生係有權謀嘅。咁好快咧就聚集咗一班人咧，就由廣西起義。由於清政府嘅積弱，好快就俾太平天國咧就攻佔咗半壁江山，定都南京就視為天京，同北京嘅清政府對峙啦。咁由於當時嘅主力八旗軍同埋綠營軍咧已經腐敗不堪，最後起用曾國藩組織嘅湘軍去剿滅呢個太平軍。既然洪秀全玩宗教假象，動機又不純，馮雲山、楊秀清佢哋咧亦都各自玩天主同埋天國使者附身。佢哋一唔順意咧就口吐白沫，就扮靈體附身，係令到洪秀全咧就範嘅，咁而係各懷鬼胎，各取所需嘅。咁最後咧就導致天京內訌啦。楊秀清咧就俾北王韋昌輝所殺，但亦都旋即咧係俾嚟平亂嘅翼王石達開所殺。未幾，曾國藩咧就終於找緊咗時機咧攻入咗天京，結束咗超過10年嘅太平天國之亂。其實洪秀全敗亡嘅原因，除咗玩假象之外咧，地方嘅管治咧亦都出現咗問題嘅。洪秀全後期係根據戰功封咗成2000個王，而封王最大嘅好處咧就可以有自己嘅妃嬪，同埋建造王府，可以擁有自己嘅財產。咁當時洪秀全嘅妃嬪係多至88位咁多嘅，咁但係民間呢就係一夫一妻制，佢定下嘅法例呢亦都匪夷所思嘅。例如呢，夫妻又唔可以同住，錢財呢就全歸中央分配。雖然呢賦稅係比較低啊，話就話人人平等，但係呢好多方面呢都係難以取得平衡嘅。咁又加上呢，每一個王呢都為咗爭權奪利而失盡人心，失去咗義軍嘅本質，終於就覆滅啦。咁而洪秀全嘅獨子洪天貴福呢，亦都喺天京失陷不久被擒獲，最後就被處死嘅。咁太平天國嘅失敗呢，係讓人民呢由一個腐敗嘅政府走向一個更加腐敗嘅政權。未見穩定先見破壞，失敗就梗係注定啦。否則呢，清朝已經係俾佢終結咗噶啦。而佢帶嚟嘅動亂呢，亦都令清朝元氣大傷，撐唔到50年呢，都仲係滅亡咗啦。咁好啦，下次我哋講一下消滅太平天國嘅重心人物曾國藩，佢到底有啲咩過人之處呢？又可以帶俾我哋啲咩啟示呢？歡迎喺下方留言討論。我係老俊，下次再見。